原因就是因为非洲的蚊子很多，卫生条件很差。咱古民台湾跟德勒的一样，黑马通关很创然后那个纱窗、纱门晚上睡觉的时候挂蚊帐跟杀虫剂之类的。好，但是小女孩就会说，问妈妈，明明她才5岁嘛，她说不懂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会死掉，因为她活得好好的，她觉得我们应该都是很自然健康的，就会长大，为什么那些小朋友会那么早就死掉？然后她就说，因为他们都被蚊子叮了，然后呢，那些都有蚊子有传染病，所以这些小朋友真的疟疾之后呢，又卫生条件差，营养不良，又没有医生可以看，所以就死掉了。那他就问，那我们可以怎样帮助这些非洲的小朋友？他就问他妈妈，他说，那就要保护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日常生活不要被蚊子叮啊。那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们不要被蚊子叮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母女俩就开始想办法，就说，不然我们买蚊帐送给他们好了。然后小女孩就说好啊，而且啊，他妈妈还去打听到说有一种蚊帐是特制的，所谓的对吧？它那种蚊帐泡过杀虫剂，所以那个蚊帐本身就有那个杀虫剂的味道，蚊子不敢被泡进就对了然后呢，那一顶蚊帐要10块钱美金，10块钱美金差不多台币300多块300多块。好，那这个凯瑟琳这个小女孩就说，那我要存多少钱才可以买？我要存什么钱？我要如何来存钱才可以帮忙他们买蚊帐他就开始想喽，在我这就开始想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吃点心？我不要买芭比娃娃，我也不要买什么，我要把这些钱全部都省下来。妈妈就很感动，他们也真的去问很多基金会说，可不可以帮他们送这个蚊帐过去非洲？刚好就是那么巧，有一个基金会各位姐姐可以上网查一下也可以一个善心的那个义举有一个基金会就是专门在送蚊帐到非洲去的，叫做只要蚊帐基金会。他们只要蚊帐而已只要蚊帐基金会。然后他们就真的联络基金会，然后把蚊帐送到非洲去。凯撒琳啊，他就想说，他捐了那个蚊帐之后然后基金会就送他一张那个感谢状。他想说，哇，我可以得到这个感谢状，他觉得很开心，他就觉得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他就去募捐，去劝募他的那个亲朋好友、左右邻居，甚至还写信给谁各位知道吗？给那个比尔盖茨。他说比尔盖茨什么？我听说世界上面很多钱都在你那里。现在世界上面有很多小朋友在非洲都被蚊子叮，他们非常需要蚊帐，可不可以请你捐钱帮助他们？买蚊帐，让他们不要被蚊子叮，只要不被蚊子叮就不会死掉。5岁而已嘛，对不对？写的字句就很天真很白，各位知道吗？比尔盖茨捐了300万美金，捐了300万，因为这个小女孩的一个善心。好，所以呢，刚刚就上很多的这个教堂上很多的这个到很多地方去募款。他才9岁他从5岁然后到9岁，他就劝募了很多的善款然后买了很多蚊帐，所以救了几百万的非洲儿童，因为一顶蚊帐就可以让3、4个小时就可以睡3、4个人了。所以这个叫凯撒琳好，那当佛菩萨这个心显现出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就是生生世世都在跟众生结一个善缘，一个慈悲的善缘希望这个善缘有一天成熟，它可以度化众生来上求佛道。